因为这本来就是2016年就讲要做光电，16年的时阵，对啊，所以这是光电的一个选址的所在。啊，因为这是东亚澳这候鸟咧迁徙的最重要的一个中继站。台湾是候鸟的中继站上介重要的所在。对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民间社团甲结合迄个政府机构吼，有咧长期做这的鸟仔调查，所以知影讲这对野鸟的一个重要性。啊，就是透过足侪遍的协调，后来就是甲迄个即地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外，较南边啊，佫有4地盐埕，其中1地做光电，剩的3地保留。就互高雄鸟回来领用，就是讲鸟仔上哪会来徛伫布袋这个所在吼，伫每一年的10月甲丙过年，10月当天，丙过年的4月吼，这时阵因留伫台湾有半年的时间，留伫这半年，嘿，留伫半年吼，啊，伫这半年来做2件代志，一个就是食，一个就是休困，伊无反宿吼，啊，所以阮要安怎甲迄个栖地环境用好，互伊有通好休，啊，佫会当互伊有通好食。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阮领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。乌面腊杯，乌面腊杯咧倒。腊杯，伫遮。腊杯啦。嘿，因为大家来拢想要看迄面披露吼。乌面腊杯看会到呢。今年11月一条早，旧年啦吼，11月一条早布袋有1500几只。